我哋學校一直堅信以人為本，植根基督化嘅教育。我哋嘅校訓係信望愛，信望愛係我哋嘅教育靈魂。我哋從德智體群美力6個維度去培育我哋嘅學生。我哋堅信教育唔只係知識嘅傳遞，更加係生命影響生命。要培養出不卑不亢、充滿正能量、對社會有責任感嘅新一代。如果要談發展，我哋要先了解下我哋學校嘅發展策略。我哋相信知識並不是全部。如果擁有知識而沒有強健嘅身體、健康嘅心靈、正確嘅價值觀，也是徒然。我哋首先會關顧人嘅需要，因應社會嘅發展，制定長遠嘅目標。而家學校預見到學生面臨2個大嘅挑戰。第一個係國家選材方面嘅改變，由模仿變成創新，呢一個係一個跨維度嘅改變。第二個係關於人工智能嘅。喺人工智能年代，如果我哋擁有高質量嘅提問能力，擁有使用 AI 嘅輔助能力，確實我哋係得到好大嘅幫助。但係同時 AI 有佢自己嘅短板，例如缺乏創造力，容易產生偏見，冇道德倫理嘅標準。所以培養學生嘅3大思維，包括創造性思維、批判性思維、跨學科思維，2個大能力 AI 嘅輔助學習能力、提問能力，1個大操守人工智能使用嘅道德操守。呢個長遠目標係使到學生能夠成功駕馭人工智能，同時成為切合國家發展需要嘅人才。以前喺舊校舍嘅時候咧，師生之間嘅關係咧係非常好，但係學校嘅環境咧同而家咧相差真係太遠啦。我記得喺89年至而家呢段時間，學校嘅發展咧非常之快，但係變化亦都好大。記得響當時嘅時候咧，學校嘅規模好細，空間不足，始終係學校發展嘅一大障礙嚟嘅。咁所以喺1999年嘅時候，黃校長咧就向政府申請咗用地，教育嘅用地獲批之後，喺3年就建成咗一座6層高嘅新校。足足有8萬幾平方尺，係舊校舍嘅10倍，而設備啊各方面都係非常之足夠，好完整嘅啦。咁喺呢個時候，學校咧又進行咗2次，即是前後進行咗2次嘅擴校，令到而家學校嘅校舍咧能夠擴建到已經有20萬平方尺，而係舊校嘅足20幾倍，而可以容納嘅學生數咧，亦都達到2300人。咁呢個變化係真係好大，即是無論從教育環境、活動空間同埋教學嘅條件等等，都對浸信嘅持續發展咧有好大嘅幫助嘅。首先我自己喺呢間學校讀咗15年啦，好有感情啊！呢個係我好深刻嘅事情啦，因為我由幼稚園到高中畢業都喺呢間學校，咁呢個係第一件事情啦。咁我浸信俾我自己感受咁多年以嚟啦，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溫暖嘅大家庭啦。咁點解咁講呢？因為不論我同同學啦，或者同老師之間嘅關係啦，都好 close 啦。尤其以前喺舊校啦，我哋課室好細，一班可能逼50幾60人，咁喺嗰個咁細嘅課室，你就只有迫於無奈地好 close 咁樣同同學去交流啊，去傾偈啊咁。但係事實上的而且確係我哋嗰個師生嘅關係啦，同同學嘅關係非常之友好啊，好似一個大家庭咁啊。咁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而家2個小朋友都喺浸信中學度就讀啦嚇。咁我哋茶餘飯後同小朋友分享嘅時候，咁佢都會同我哋提及而家同同學嘅關係係點樣啦。咁除此以外就係我媽媽都喺浸信中學教書啦，教咗30幾年啦。咁所以我哋一家3代都喺呢間學校去成長啦，呢個家庭去成長啦。咁除此以外，我太太亦都喺高中時候認識，我哋畢咗業之後亦都係一齊結婚有小朋友。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嘅家庭啦，同浸信中學啦係息息相關，亦都係密不可分。我喺浸信中學讀咗15年嘅，由幼稚去到中學，而家高3㗎啦。
咁其實都係有少難離難捨啦，即係覺得即係話都要，畢竟自己都喺度生長咗15年啦。咁其實都係話我覺得離開係需要一啲嘅勇氣嘅，不過都要習慣啦，即係畢竟係人生嘅一個必經之路，係咪？咁所以就係話我覺得就係對呢個地方我有少少嘅感受，就係話難離難捨啦，有少少唔捨得嘅感受啦。當然咧，要走嘅都要繼續走落去啦。如果話要講多謝咧，就係當然多謝我嘅屋企人啦、學校啦、老師咧同埋同學，大家一路以嚟嘅陪伴啦，一直嘅成長啦，去克服唔同嘅困難啦、挑戰啦，去考試啦，好多學生都面臨話考試好大困難啦，咁啊升學需要好大嘅一個決心啦，即係有時候聽到啲同學一齊喺度傾下點樣升學嘅方向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大家各自一個嘅陪伴啦，一個嘅成長喺呢度。所以話呢啲15年嘅旅途係辛苦嘅，亦都有開心嘅啦，即係好似我記得以前香港有個導演楚原就係話佢一句係話喺呢個地方你開心嘅笑容之餘，都要有辛酸嘅淚水啦。咁呢個加埋先係叫做人生嘅一個嘅體會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我由細到大咧，其實都唔係好識表現自己啦，比較中意即係讀啲學校書。咁到去高中之後咧，就有老師啦，更多嘅可能係發掘我啦，更多叫我去參加一啲比賽啦，為未來做準備。咁可能去比賽之前我會好緊張啦，但係上到去之後，更多係一種榮幸啦，希望可以展示自己嘅能力啦。所以我好多謝呢啲運我去比賽啊、發掘我嘅老師。嚟緊嘅將來，浸信中學將會堅持辦學初心，以基督嘅信仰為基石，喺照顧學生全面發展嘅大前提下，通過課程、設備同埋教學方法嘅不斷革新，讓每個學生都具備回應國家對創新人才嘅需求，同埋喺人工智能時代能夠保持思考獨立嘅核心素養。我哋堅信喺浸信中學成長嘅學生，最終能夠成為榮神益人、對社會有貢獻嘅人。